祈祷。现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搁一摆来伫你面前敬拜你。阮这个时阵要对阮的主所讲的比如来相甲想，阮做你的囝儿，阮要安怎听伊这个比如？这个比如对阮的教示，愿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，互阮听的人、讲的人，拢总会当对你得到启示，伫阮的灵性得到帮助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搁读一个耶稣的比喻吼，这个比喻吼是甲顶礼拜迄个共款。顶礼拜迄个吼，耶稣讲了有家己说明。我想我毋免搁讲迄个比喻讲甲真清楚，迄是一个人伊也好经济伫个园内底，伊咧困的时对着来甲伊也歹经济，伊讲也皮仔的经济，也迄内底。我有创一个泡，迄落伫遮吼，这是猪仔甲皮仔，这边是麦仔吼，迄边是皮仔，两个足共款的啦，真歹分啦。伊说迄个，两个拢大站的时吼，因发现着，迄个也好的经济麦仔内底哪有一寡杂草皮仔伫内底。主人讲我知影，迄是我的对敌甲我用的。遮个做工人讲，你我咱甲扣起来。伊讲，迄头家讲免，恁去扣是毋拄好，皮仔扣无起来，一寡迄皮仔拢甲扣起来。要安怎？伊讲，等下，互伊做迄大丛，等收成的时才来算账。收成的时我再来分，麦仔甲皮仔分开。麦仔我要收入去仓库，皮仔摕去烧，无路用吼。这是耶稣说的比喻。咱对第三个来再读起，学生听无，问耶稣讲：你讲互听。所以耶稣家己说明这个比喻。伊将即个譬如内底主角甲配角讲甲真好势。伊讲吼，夜经济的吼是我人主，是伊家己本身啦。我也好的经济，吼迄落即个园吼是世界，好的经济是吼天国的听字，歹的经济是吼邪恶的势力，吼。对敌是魔鬼，守乖的人就是世界的末日要守乖的人是天使，麦仔要收入去仓库，皮仔来摕去烧，真简单啦，真简单。换一句话来讲哦，耶稣伫遮是讲，伫即个世间哦，好人甲歹人做伙生活，咱要安怎处理遮个歹人？有人讲马上甲扣起来，毋过主人讲免，你扣在中间，你肯定你扣着好人。这是一个真，互咱，尤其咱活伫即个世间，咱的周围邪恶的势力遐尼大，咱做基督徒要安怎处理？耶稣是讲，恁毋免处理啊，上帝会处理。上帝处理，搁一项收挂，你要去挂，恁毋免去收挂，我叫天使去挂落，你毋免挂，连你收挂都毋免嘞。所以这个吼，伫遮吼，互咱看到耶稣讲，对你甲你无共款意见的人，还是你看遮人是真老的人吼，恁毋通想要去解决遮个问题。这毋是是非不分啦。耶稣伫遮是讲哦，恁毋免遐赶紧要替天行道，恁毋免遐尼无用啦吼。甲老咧，上帝就会拍算，因为这是真听起来真简单吼，无遐简单做诶代志，你知影？我要甲咱分享一个故事吼，这是圣经内底诶故事，可能恁读圣经的是使徒行传真少读到。
这是一个吼，伫使徒行传第5章，这是圣经内底故事。我咧讲即个圣经故事咯，恁想我拄仔讲即个比喻，耶稣讲即个比喻，你用迄个来听即个故事。你知五旬节圣神降临了后，真侪人信主。使徒行传第3章，彼得甲约翰要去圣殿祈祷，有一个软脚，恁知影迄个故事嘛？因医好个软脚了吼，迄个软脚彼得吼拢用迄个时间吼，拄遐做见证讲道。到第4章，到第3章的尾吼，遐个甲耶稣见是伫遐当时的犹太教的宗教领袖，甲因两个请去啉咖啡啦。你咖啡了，叫伊讲袂使讲，因两个讲，阮有目睭看见，阮所知影，阮袂使无讲。伫因圣经写讲哦，因为天暗哦，所以甲因留到工课留起来，继续放因倒去。第4章了，到第5章，第5章，使徒行传第5章17节以后，恁有等于要去读圣经，恁第5章第17节以后，因为因直直传福音，听信的人真侪，因搁惊神业，只迄个第17节，迄个路加讲，遐大祭司甲撒土家人，就是对着耶稣遐人吼，看了真怨妒，出手掠这个使徒。掠啥人无啥，掠几个嘛无啥，毋过是复数的，所以掠过来的，甲因掠去关，掠去关吼，半暝天使来甲因看，门迄个家门拢开，弄出去，隔日迄顾家的来找无传人，你讲即阵人关殿，咱爱无去？有人来报讲，互恁掠来关迄阵哦，即摆拢伫圣殿内底搁咧传道理啊。好，因足气的，搁去甲掠来吼，掠来讲，因为真侪人拥护因哦，因毋敢用武力，所以安尼好好请因来啉咖啡啦，搁去招因去迄来甲因问。第29节第5章是说甲有讲一个人的名彼得，所以彼得才来，好了伊才彼得才来，彼得讲哦。阮爱顺探上帝，阮袂使顺探人。恁叫阮做的代志，迄是人的代志。阮所传的道理是啥？这人听了足生气。伫第33节吼，讲因想要刣这个使徒。这个了吼，有一个路加讲吼，好该在，真正是好该在，若无迄阵彼得大概都无命。好佳在，底下有一个法利赛人的学者，叫做加玛列。加玛列这个人哦，是真受人尊敬的学者。伊有一个真出名的学生，叫做保罗。保罗的老师，保罗伫使徒行传22章遐吼，伫讲伊的犹太人的传统的是，伊讲阮师父是加玛列，所以讲加玛列真侪人捌伊。加玛列甲伊讲吼。我读互恁听吼，伊伫遐看着因话要刣吼，要刣这个人，伊甲因讲，伊大声叫这个使徒出去外口，咱家己来代志家己来讲，法利赛人啊，讲咱家己来讲，这吼，感觉咧，伊大声伊已经伫耶路撒冷发生过的代志。捌有一个人，安尼鼓动一个群众，300-400个人对伊，总是这个人互人刣死了吼，迄300-400个念伊就散去啊。搁一个叫做犹大，嘛共款，总是犹大互人刣死的时候，对伊遐个人互人散去。到尾咧，提即个事件了，甲因讲吼，甲因讲第38节，伊讲当关系即项代志。我甲恁讲，这个人恁毋通插，出在因去。因所计划所做的，若出伫人，一定会失败；若出伫上帝，恁就袂当甲因消灭，惊了恁煞甲上帝做对头。
搁是议会接来因的意见，因叫师徒入来，用鞭甲因拍，命令因袂用得，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讲道。这我拄仔讲，我甲恁讲即个故事，恁若用拄仔迄个譬喻来听的时候，法利赛人耶稣伫世间甲法利赛人，咱受迄个影响哦，咱对法利赛人的印象讲无好，法利赛人无迄个叫做狗嘴长不出响啊。好了，法利赛人无可能有啥物好代志，好佳哉有即个加马连的。无，咱迄个彼得迄阵仔就去互摕去啊！你敢知影？总是伫遮吼，你看加马连即个人，虽讲是法利赛人，啥物伊有咧地位，伊甲伊讲，遮人吼，以前迄两个拢300-400个咧对，即个拿撒勒人名说12个对尔呢，爱当舞甲遮尔大，恁真正遐尔简单就要甲解决啦？逐个看咧，这皮啊，对法利赛人来讲，这师徒是皮啊，这敢若无共款啊，甲废掉就简单啊，来甲扣起来。上帝通过加马咧，叫这人讲，恁较差不多诶。伊讲，因做诶代志，若是出伫人，免偌久就煞了。头前两个对300-400个就煞啊，吼。连伊就无去啊！若是这是出伫上帝哦，恁对付遮人，变做你对付上帝咧，这是真严重诶代志咧。因为你会当看，这个，互人咱我拄仔讲，咱拢感觉法利赛人无可能会做啥物好代志，有遮尔有地位诶人。伊有受耶稣即个譬喻影响啊？无我毋知，总是伊真有地位，连哭咱都毋免去哭，交代互上帝。即个耶稣即个譬喻，咱要听啥？头一个我想，耶稣爱咱吼，无随便去处理伫咱的周围会歹的代志，会邪恶的代志。国讲倒转来吼，世间存在的邪恶，咱看着真迄落。那换较白话来讲，上帝都挡袂牢，你是咧急安怎？上帝都挡袂牢，咱是咧急安怎？你讲有一句话叫做“皇帝不急，急死太监”，有无？上帝都会当放你去啊！你是安怎对遮尔惊？咱即个譬喻内底吼，迄个歹的种子是对着遐跳动遐，总是我讲，恁捌做菜园仔的人拢知影，菜园仔的杂草吼，你毋免去甲遐伊嘛会发感觉。你若去昆里咧这个 park 去行，不时迄花园遐尔水，不时都有人伫遐咧哭走，遐草无人去压吼，家己走出来。我咧准备这个时候，读一款物件，我才知影有项物件伫心内上的物件，英语叫做 cosmetic， 毋是 cosmic 就变化方便啦 ，cosmic evil，cosmic 是宇宙啦，宇宙内底的邪恶。耶稣这个譬喻是对着去遐，咱菜园仔的草，咱拢无人去压呢，佮走出来。所以神啊讲，这就是cosmic evil。伫宇宙内底，就是有即款歹的代志。有人的所在一定有做啦。你若有机会去东部吼，去 kitchen 的玩着路去到遐，礼拜早起吼，你若对遐过吼，你拢会看着，迄落穿乌衫啊，骑马。坐马车 ，Amish， 咱遐真侪人哦，因迄个人哦，拢歹甲世界着，因歹驶车，因若无电，因真正无电呢，因有家己的学校，因家己安尼
一个社区，因有因家己的规矩逐项，因就是讲，阮要甲世间是社会的世界，阮要家己，阮要迄落，其实阮读着真侪物件，迄内面嘛足侪问题，无可能讲咱拢莫用电，莫驶车，咱逐个就拢变做好人，无即个代志。Cosmic evil 永远伫遐。菜园啊，你搁较安怎整理？2日仔无去看，杂草就走出来。迄是咱的世界，迄是咱的世界。其实咱每一个人内面，伊嘛会发杂草啦。咱本身就会发杂草，所以耶稣叫咱讲，毋通论断人的理由伫遮。甲即个比喻真下感是。耶稣讲的假是互相拢有互应，毋通批评啊！上帝都无咧急啊，你咧急安怎？保罗吼，伫加拉太第6章第1节讲一句话，我感觉对咱拢总是真好的提醒。伊讲兄弟姊妹，若有人陷落过失，恁遮个属灵的人，要用温和的心甲因纠正。伊讲，你若看到杂草吼，若有看到杂草吼，毋是拢毋免插来，你爱苦劝，这有影一定爱苦劝，总是吼，毋是顶动着就要去甲人口起来啦，毋通顶动着就要口，咱家己嘛欠人口啦。伊讲，恁遮个属灵的人，即句话哦，我实在讲，我听即句话。咱看到人有杂草，咱就是属灵的人哦，咱无一定的哦。不过保罗安尼写讲，恁若看到有人陷落过身哦，好啦，恁遮个属灵的人，恁遮个好人哦，拜托，用温和的心甲因纠正，毋通顶动着就我甲口起来。过去保罗安怎讲的？加拉太第6章第1节，恁家己嘛着小心。才免受引诱，真正的，但是恁家己嘛着小心，才免受引诱。我家己心内嘛有迄个可能性，毋是别人是杂草尔，我嘛有可能是杂草。保罗即款的考验，因为咱听耶稣讲，咱拢是讲着爱人来赢物件，咱才会歹。我伫牧会中间哦，听到一寡父母哦，伊个囡仔出代志哦，拢讲一句话，交着歹朋友。你要听，交着歹朋友。我定定想想讲，无得甲恁囝就是迄个歹朋友呢。咱普通安尼看敢是，拢讲交着歹朋友，我。拢是别人歹朋友 ，cosmic evil， 宇宙的罪恶，宇宙了的邪恶，不管是别人怎样去。佫一个吼，第2项我听着会上，咱无够迄个智慧，会晓做判，会晓做正确的判断。我永远会记一个故事，是一个我伫大学读是大学1年国文读国文吼，我迄个老师讲蛮听的，我一会记。伊讲吼，有一个农学院的教授吼，带一个农学院的学生吼，去野外，伊摕一支稻仔吼，稻仔头仔尾个平中安尼一支安尼吼，迄个啥枝吼，迄个枝安尼一支吼。甲一支草的迄个枝安尼，摕互遐农学院的学生读农业的哦，讲倒一支是稻仔，倒一支是草，逐个真济哦，吼，有诶讲一支，有诶就讲一支啦。有一个老农夫伫遐来吼，迄个教授就叫来，兄弟，你甲我讲，一支甲一支倒一支是稻仔，倒一支是草。迄个农夫马上讲一支稻仔，一支草，对哦。
教师知影对啊。我讲你哪会知？真简单，伫我吼会接迄杂的接杂迄个所在吼，会发毛，草啊拢无长长，所以若迄个小接的杂的所在若有毛的吼，迄就是稻啊，无毛的。迄大学农学院的学生呢，较输一个老农夫的地位。因为咱要看啥人是杂草，咱无够智慧通判断，你知影无？北美洲的英语吼，有一句话吼，真有趣味，连连武写的，伫讲杂草的代志。伊讲嘛 ，A weed is simply a plant we have not yet found a purpose。伊讲吼，啥物是杂草呢？杂草是吼，咱也毋知影伊的用途会是物啊，咱拢看做杂草，有影呢，有影呢。你敢知影伫欧洲历史上，托马多捌互讲是毒的物件，叫人袂使食，你知影？有一个时阵无人敢食托马多，葡萄豆嘛捌，有即个代志。即摆大家食到迄边去，后摆你食托马多散回切时，你才想讲，这敢是毒？敢是杂草出来的？第28节，遐个牧神要出去哭，马上要甲哭起来。主人讲毋通，恁哭皮仔的时，毋拄好连麦仔煞哭起来。因为教会历史上足侪即落要哭杂草去哭着麦仔，你知影无？我有创一个古来人的名出来吼。我一个讲互恁知，后壁即两个恁可能知影啦，较知影吼。头前个 John Wycliffe 吼 ，John Wycliffe 是住活伫即个时代的人。伊互迄个时阵的教会吼，甲伊掠去判刑，甲伊烧死呢。伊做啥物代志？你知？伊将圣经还做原物，互真正互迄个掠去烧，互天主教，迄个时阵是天主教，甲掠去烧死。今仔日咱敢若嘛有Wycliffe听下来，是专门咧翻译圣经的组织，毋是圣公会，是Wycliffe一阵基督徒专门咧翻译圣经。阮伫咱礼拜拄着一个查某囝仔，伊去中国去婚礼，去读迄个足少人的话，伫遐是Wycliffe派去遐去读，要翻译圣经。即个种Wycliffe，大家拢想讲是杂草，大家去挽着一支足大丛的麦仔，你知影？佫一个William Tyndale吼，你看William Tyndale活的时间，甲Martin Luther真活。伊互人，我哪互人看做异端啊？迄个时阵的教会拢看伊做异端，吼，嘛是甲判刑，甲掠去杀。即马伫托伦多有一间大学的名字，基督教大学迄个名字 Tyndale University。Tyndale 嘛是翻译圣经，伊嘛是翻译圣经，唯一的无共款就是因为伊圣经翻好，伊翻新约，对希伯来文甲希腊文翻做英文，佫将摩西的五经伊创世纪到迄个新明记5本翻做英文。你甲想一个人吼，伊会当将希腊文甲希伯来文的圣经，有哪仔翻做英语，伊一定是一个足好学者。希腊文嘛好，希伯来文、英语嘛好，伊翻出来，迄个时阵印刷的技术已经出来了，所以伊印圣经互做搁较重，嘛是互掠去烧。即两个烧了，咱知影讲，咱烧了毋对啊。Martin Luther，伊嘛是互掠去烧无，
你嘛是红了医生看，烧到这伊走有味呢，伊讲无红了去烧啦。Martin Luther King Jr.、Dr. King， 咱大家离咱真近。伊当咧活动的时，我还佫伫台湾咧读大学的时，台湾所有的报纸拢写 Martin Luther King 是共产党煽动的。美国的报纸，迄个时阵的报纸嘛拢安尼写，对不对？今仔日大家活倒转去看，才知影，伊无互烧死啊，伊互拍死啊，伊互拍死。大家看到皮啊，就要哭。你看历史上有安尼侪即个情节，伫教会历史吼。咱教会爱真注意这样代志。我拄好有讲使徒行传吼，迄个时阵的教会互人迫害，基督徒为着安尼丧失性命真济，真可怜啊！罗马政府伫后壁，总是到第4世纪，罗马皇帝康斯坦丁这个皇帝接受基督教做国教。出于政治原因，毋是伊的信仰，毋是伊的信仰，是政治原因。因为基督徒足济啊，伊不得不爱承认，伊尊基督徒尊迄个自由迄个敬拜。我甲你讲，真讽刺的代志，迄是第4世纪哦。第4世纪的尾啊吼，出一个乌古斯丁，乌古斯丁这个人。伊经过当时的教会，当时才变做国教无偌久哦。有一派有做 Donatist， 字英文的字典是写天主教的清洁教派的教导，清洁教派，因想讲阮的信仰上界纯正，阮是迷啊，甲阮无共款的吼，遐拢杂草。遐拢摕啊！开始的时候，对教会人赶出去。乌甲斯丁讲：恁毋通安尼做。伊用耶稣一个譬如去警告当时的基督徒：恁毋通安尼做。无人要听，一直落去，到差不多1000年，西元1000年，咱读西洋历史拢知影。十字军东征，你有听这个无？十字军东征是啥代志？你知影无？这基督徒吼，愈想愈毋愿。耶稣出世迄个所在，应该是咱甲摕倒转来。咱占着迄耶稣出大个所在，迄是神个所在，咱爱甲摕转来。迄即马吼会互犹太人咧夺，互回教个人咧夺。罗马天主教发动战争。派12军东征，去啊专门掠杀犹太人叫回教徒。我读到迄个有有一个所谓即个12军吼，伊去杀人是为着耶稣去杀，为着要修复迄个圣地去杀人。讲举一支剑吼，将一个有心的查某人安尼毒死吼。啊！感谢上帝，讲我一摆结束2个异端的人的性命。你看教会变做偌悲哀就好，本来咧互欺负，本来咧互压迫，长大了换个人咧压迫别人。入去即款代志，伫历史上足侪人去，遐互人压迫的人，当因得到回来是袂记得。袂记得因过去的感觉，换倒转来，去欺负别人。耶稣讲即个道理吼，毋是叫咱对世间的社会毋免看无理的代志，绝对毋是安尼。耶稣是要咱讲，咱毋通真紧急志愿要替上帝解决代志。我想上伊伫遮讲，等修成的事，修成的事，上帝要做决定。
啊，即个做工诶人，阮来依靠，耶稣讲恁嘛咧，恁慢免依靠，天使会依靠。即个代志拢互上帝做，毋免恁依靠。即个代志是上帝甲天使诶代志。我认即个比喻会当适用伫咱个人诶生活顶，咱伫咱诶教会，伫咱诶社会，伫咱诶国家，甚至伫咱诶世界，咱毋通袂记得上帝是历史诶主宰，伊要审判。后礼拜我会讲到，我那要阁讲马太第13章上尾啊一个耶稣诶比喻，甲即个甲今仔日我讲即个比喻性质真共款。总是我要去确对一个吼，老实讲，我愈真久诶，上帝审判诶问题。上帝审判是啥物意思？咱拢敢若是天堂甲地狱尔尔吼。恁捌听牧师讲道讲地狱诶代志，有恁听无？咱后礼拜来讲地狱诶代志。啊，我13章耶稣直接有讲审判哦，遐皮仔要捡了要拔规群摕去烧地狱火哦，落去迄你若落落地狱哦，迄毋免基督教。阮细汉诶时，阮阿祖死诶时，吊伫遐迄落什物落油鼎咯，抽纸巾咯，迄一大堆，恁捌看无？迄个拢咧讲审判代志呢，因为上帝要审判，真咱真好相信。特别是咱若去互人骗诶时，咱更较歹相信。今仔日会讲到，我无要阁讲我确定啊，反正这时间无行，你人才几点啊？我用一个我看到的一个诗吼，做这个讲道的结束，真有意思。总是这个作者我找到，这个恁创搁做过咧拜托。这个吼，叫做Samuel Thompson吼，Samuel Thompson我去Google去找吼，这菜市仔名Samuel Thompson一大堆，我毋知是倒一个啦。不过袂歹啦，伊讲吼，迄是用英语写啦，讲伊画一个箍仔，甲我摆在伫外面，讲我是画骨的圆端的，我拄仔讲的吼，总是听，互我有智慧。阮听甲我吼，阮画一个箍仔。甲伊用力伫迄个裤仔内底，真水诶字吼！这真正做人，这是我今仔日讲道诶结论，咱来先甲你讲。第二个感谢你，阮伫即个世间有时真矛盾，看到恶势力伫遐唱赢，阮看到诶毋甘愿。特别这若甲阮有关系时，阮搁较挡袂牢。常常想讲，阮是伫主持公义，总是阮不知不觉的中间，其实是出于阮家己的私心。特别上是阮知，伫阮周围真济社恶，有时伫阮的内面后社，主你拢知，你捌阮。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晓亲像保罗先生所教示讲，用温柔的心来劝勉，来苦劝，也无袂记得阮爱敬虔，若无阮嘛会受引诱。基督，我们来说明。